人生捨棄清單，作者伊庭正康。前言：僅僅捨棄被束縛的感覺，人生就會發生劇變。每日朝早，我都坐住逼爆嘅通勤電車，搖下搖下咁返工。我明明唔係好想做嘢，但係都要高效率處理啲一定要做嘅工作。我覺得好多會議都冇乜意義，但係成日同自己講呢啲都係工作嚟㗎。每個月固定金額嘅人工都會準時入戶口，我嘅生活都唔會好拮據。但唔知點解，我心入面永遠都有對將來嘅迷茫同不安。話雖如此，其實呢樣都算係一種幸福。我哋依家可能唔覺，但隨住年紀大咗，慢慢就會覺得呢種狀態好幸福。淨係有份穩定嘅工作就值得感恩，呢種心態好重要。但如果呢種穩定入面藏住逃避嘅諗法，情況就完全唔同。當我哋同自己講冇計啦，好似對咩事都可以睇得好開，但究竟係咪諗住逃避，淨係得自己心入面最清楚。所以呢啲人通常都一個人孭住啲講唔出口嘅鬱結。我以前都係咁，以前嘅我心入面成日都住咗啲煩悶，正因為咁，我先至好有體會。直到後來我辭咗公司份工，開咗間培訓公司，先至真正明白啲嘢。當你狠下心放低啲唔使糾結嘅嘢，先至發現原來拎到成果可以咁輕鬆。對我嚟講，第一樣就捨棄咗唔做唔識做嘅嘢呢個原則。咁樣一來，我就可以專心做自己識做嘅工作，成果自然更容易出到嚟。當然呢樣亦都實實在在變成睇得到嘅成績。估唔到自己出嚟做之後第一年，我嘅研修課程回購率就超過90%。跟住我每年都收到超過200場演講邀請。除此之外，仲意外得到每年出2-3本書嘅機會。依家我會推咗啲唔識做嘅工作，淨係做自己中意嘅嘢，仲可以令客戶滿意。所以我心入面再冇鬱結，收入亦都去到返工嗰陣諗都諗唔到嘅數字。不過有樣好神奇嘅嘢，其實同返工嗰陣比起嚟，我自己嘅能力並冇好大變動，同當年心入面住咗鬱結嘅嗰個我，根本就係同一個人。呢本書寫出嚟嘅目的就係呢度。我並唔係叫你去創業，始終呢啲事因人而異。我想講嘅係，就算能力同以前一樣，性格都冇變過，唔使轉工，亦都唔使自己出嚟創業，邊個都好，只要放低呢本書入面講嘅啲細小束縛，就可以輕鬆踏上上升氣流，去到同依家完全唔同嘅全新世界。成日有人搏命想改變自己，於是紛紛去考證書、學外語，提升商業技巧。當然，如果呢啲真係你真心想做嘅事，就完全冇問題。但如果唔係嘅話，無論你加幾多樣嘢去做，都絕對唔可以消除心入面嘅鬱結。想過到理想人生嘅捷徑，並唔係不停加嘢做，而係學識放棄。因為工作關係，我經常接觸到老闆、高層、頂尖銷售呢啲所謂俾人另眼相看嘅人，佢哋身上我都發現一樣嘅嘢。我識嗰啲被叫做高層、頂尖銷售嘅人，能力同我哋其實差唔多。講出嚟有啲唔好意思，佢哋好多都有唔識做嘅嘢。譬如我識一間維修天台公司嘅明星老闆，佢有畏高症，仲有夏威夷發行量第一嘅免費報紙公司個出名老闆，聽講佢唔識用英文傾生意。另外，某間大企業入面被稱為傳奇嘅頂尖銷售，自稱睇唔明人哋情緒，但係佢哋全部都踏上咗上升氣流，處於人哋模仿唔到嘅另一個層次。
而佢哋成日都講同一句說話：我其實係個冇乜特別嘅人，只係決定唔做唔識做嘅嘢啫。冇錯，佢哋都做緊放棄呢件事。呢本書唔會同你講再加把勁啦，呢啲說話反而會教你點樣放棄啲變成絆腳石，阻住你展翅高飛嘅束縛。當然唔使全部都放棄，我希望你睇呢本書嘅時候，可以揾到2-3件你覺得應該放低嘅嘢。咁樣一來，你就可以最大限度發揮自己嘅特質，踏上通往全新世界嘅路。咁就請你揭開本書，推開通往新世界嘅大門啦！出發！多謝收聽 YY Sharing 嘅廣東話聲書頻道，我會分享我鍾意嘅書，鍾意嘅朋友可以 Like、Subscribe 同 Comment。我哋下一章節見。